新历甲旧历嘛吼。咱若要过迄落啊，跨年这就是过新历，新历就是国历，嘿啊，若旧历就是台语的。过农历，农历的过年，所以讲咱要跨年，要跨过就是要过迄个新历年，是，吼，会记跨年嘛，就是过迄个新历年，所以我的答案是过新历年。哦，我这边吼是甲跨年这两字直接翻过来，叫做下年，啊，甲哈过去，下年，下年较文言，但是敢若较少人讲的感觉。有啦，我昨暝要困之前，我拢叫你下年。哇，你嘛会当放闪呢？用新历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了后，伊就开始要甲以前迄款农作的即款咱的日无共，所以伊就用即个新历甲西洋会当甲世界落去做伙行安尼。